好，我是 Lisa，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旧金山有多危险。娃娃 TV。其实说旧金山只是一个大的目标而已啦，因为一般提到加州，大部分的人只会想到旧金山跟洛杉矶而已，可能还有 San Diego 啦。那像我是住在矽谷这边一个叫 Cupertino 的城市，但有多少人知道 Cupertino 在哪里？所以每当我离开加州之后呢，有人问我你是在美国哪里，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在旧金山那边啦。因为如果我说我在 Cupertino， 大部分人应该会旧金山啦，旧金山啊。好，那到底旧金山有多危险呢？其实也没有很危险呢，就是有可能会被砸车啊，邮差放在你们家门口的包裹有可能会被偷走啊，或者是你在公车上或地铁上有可能会被抢劫啊，或者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拿刀或拿枪抢劫而已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就是我之前住在 Berkeley 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放学要回家，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要回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流浪汉朝我很快的冲过来，然后一直大吼大叫的，把我吓得我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我就赶快冲走。其实在 Berkeley 这个城市里面，这种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其实蛮多的啦。像是在我上学的路上，我就常常会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吧，他就常常会坐在公车站那边，然后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有时候还会大骂跟大叫。还有像之前我跟我妹在 Berkeley 吃饭啊，我们吃完饭之后呢，我们要过马路去停车场，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就突然有一个流浪汉就朝我们走过来，然后一直在骂脏话，一直在骂脏话，一直在骂脏话，吓得我们绿灯之后赶快冲过去，然后上车把门锁起来，然后还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好，那毒品呢，在美国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毒品在美国实在是太泛滥了。你在旧金山市跟它旁边的城市 Oakland 甚至是 Berkeley， 你都可以常常闻到大麻的味道，尤其是在公车站那边最浓。你想知道大麻是什么味道吗？你到旧金山 Oakland 或者是 Berkeley 来，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了。我闻了2年多，超级臭的。好，那再来呢？你在旧金山跟旧金山附近的那几个城市，像是 Oakland 跟 Berkeley 这些地方，如果你人不在车上的话呢，最好不要放一些贵重物品或者是包包等等的东西在车上，因为很容易被砸车。Last year,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experienced 31,000 smash and grab thefts. Less than 2% of them were solved.我表弟他们之前跟我一起住在 Berkeley 嘛，然后他放学之后跟他爸去 Oakland 的一个超市买东西，他就是把他的书包放在车子里面，所以就被砸车了。我表弟他们是从加州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Irvine 搬过来的，所以没有意识到这样子做会被砸车。我姨丈当时还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在 Irvine 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会发生。OK， 因为 Irvine 是加州最安全的一个城市，而 Oakland 呢是加州最危险的一个城市，所以 OK， 那旧金山呢其实也蛮多抢劫的，尤其是青少年抢劫。我之前就有听过，几年前呢，在旧金山的地铁上呢，就有一群青少年，他们拿电击棒在上面抢劫，伤了很多人。其实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在加州还蛮常见的，因为法律太保护未成年了，所以就算被抓到也判得很轻。像去年的万圣节，在我住的这个地方附近的一个游乐园呢，就被青少年集体抢劫。我记得新闻好像是说有差不多100多个青少年吧，他们就冲进去，然后就开始抢。我记得好像很多人受伤，因为是万圣节，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活动啊，没有想到居然是抢劫，所以都没有防备。那我之前在旧金山 City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呢，我也有朋友在公车上面被抢过。然后我在读 Berkeley 的时候啊，我们学校也几乎每天都有给我们发哪里又有谁被抢的 email， 要我们小心，是不是很恐怖？旧金山的治安真的不是说太好。我之前在旧金山大概住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在 Berkeley 大概住了2年多的时间，我每天都心惊胆跳的。尤其是像现在日光节约时又结束了，天很早就黑了，所以我每次晚上下课回家我都觉得很害怕。那旧金山的治安不好到呢，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加装铁窗铁门的，这是在我们这个旧金山湾区比较没有的。我们旧金山湾区这边几乎没有人在装铁窗铁门的啦。不过有一些家还是有装保全系统，因为还是有一些窃盗案，像我家就有被小偷参观过。不过总体来说，我们旧金山湾区呢还算是比较安全的啦。
那其实我上面说的这些呢，都算是小事啦，比较没有说有怎么危害到生命安全。不过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有一点可怕了。这是我一个学生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他是住在旧金山市里面，也就是我刚到美国去读的那间社区大学的旁边。他说啊，去年的某一天，他早上起床弄一弄，准备要去上班的时候，他一打开门，看到他儿子全身脱光光，浑身是血的站在门口，把他吓了一大跳。他赶快叫救护车把他儿子送到医院。之后听他儿子说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儿子下班回家，他一下车的时候就被3个壮汉围起来，然后头被套住，被枪压进他们家里面，然后把他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搜刮走，最后连衣服也被扒了。那为什么会流血呢？那是因为歹徒拿枪抵着他的头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这样敲2下说把你们家东西拿出来，把保险箱打开之类的，所以才会流血。不过还好的是，歹徒当时只有在1楼搜刮而已，没有上到2楼去，不然当时我学生他们都在2楼睡觉，如果歹徒有上去的话，我想我学生他们全家都会有事。那他家虽然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走了，不过万幸的是他儿子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脑震荡，也没有什么受伤，也没有被灭口，只是有一点失温而已。听说那天警察到医院之后呢，还跟我学生说，你儿子很幸运，因为那天晚上呢，像这样子的案件就有5起，你儿子是唯一的生还者。我们在想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儿子很配合，歹徒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最后才能像这样平安无事。其他人可能有一些抵抗或反抗，所以才会被杀。所以总的来说，不管是在外面遇到抢劫还是什么的，能配合就尽量配合啦，不然守着你的东西，守到最后连小命都丢了，多不划算啦，对不对？好，那最后呢，我建议大家在美国最好低调一点，不要穿得太华丽，或者是常常穿一些名牌啊，拿一些名牌包之类的。像我们这边就有蛮多从中国或者是台湾来的一些富二代啊，他们就蛮招摇的，就穿名牌啊，开名车之类的。我真的蛮担心有一天他们会被抢，会被坏人给盯上的，因为这么招摇，坏人不找你找谁啊？难不成去找那些流浪汉吗？好，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呢，不是为了要吓大家，而是让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到旧金山来的话呢，要注意一点，不要沦为坏人的目标。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我们北加州这边啊，就旧金山那边啊，跟东湾那边的奥克兰那附近会比较危险一点啦。那旧金山在上去那边呢，我就不太清楚了，毕竟我也没怎么去过。那我们矽谷南湾这边就差不多是神魔跳以下这边的城市呢，就比较安全一点了啦。好，那希望各位留学生或者是已经或即将要到美国来留学或生活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一切顺利，一切平安。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